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粗心客家。一個節目，當日都得也同鄉下分享客家嘅大小事。我係日嘅主持人阿年妹。今日我哋要嚟講客家人嘅新出權先。一個題目聽起來有點學術，不過講到尾，其實就係一個問題。今日嘅客家人，我用辦理解自己係客家人。客家係血緣，係語言，係文化，係生活方式，也係一種願意承認、願意學習、願意連結嘅選擇。過去講客家，我哋當家會想到祖先遷徙山上，種頭群腔、硬頸、移民、行醫、辦事、建寺亭、北宮、三山國王，一條都係客家文化當重要嘅根。不過也常用一條來定義客家。根本你當到人可能會感覺自家站在門口，唔知做得行業希望，因為有啲人會卡係客家人，不過行業講唔流利，有啲人係都市狀態，唔是種田，沒冇當然轉去種頭，有啲人係客家同撇嘅族群，同婚嘅家庭，佢嘅身份唔係單一，係交貼嘅，有時節讓我哋講。唔會講行義就唔算客家，一句話可能會獨特當到人想靠近客家嘅路。所謂新出權先，唔係講客家口嘅東西唔重要，唔係講血緣、語言、祖先記憶做得不用睇。相反嘅新出權先係講，我哋會承認傳統係根，不過經過技術生出新記憶，客家唔係一隻所在博物館度嘅標本，係一種啲根本嘢還會變，還會講，還會唱，還會上명，還會同平人連結嘅法文化。以前嘅族群認同，較像係唔從哪位來，你祖先係哪位，你相思係乜嘅，你屋卡講乜嘅腔口，你種頭有乜嘅信仰，一啲問題當重要。因為佢哋會同我哋講，我哋嘅來路對乜嘅所在。不過，根本嘅族群認同，係我咁樣一句，唔想同呢啲人共下行去那位。客家唔但係來自過去，咪係走向未來嘅共下想象。新族群先嘅第一個特色係開放。客家文化哪有繼續有生命，就唔好本自己變成一隻門檻當高嘅權呢？會講行義嘅人當重要，唔會講行義，唔過上學嘅人咪重要，種頭狀態嘅人重要，都市度重新潛轉客家記憶嘅人咪重要，血緣上係客家嘅人重要，因為婚姻、朋友、學習、工作、創作，慢慢認同客家嘅人咪重要。新出權先唔係放棄邊界。係本邊界有彈性，有入口，有造福人入來嘅意圖。第二個特色係多重身份，根本一個人唔一定強有一個身份。有人係客家人，咪係台灣人，咪係吳姓，咪係勞動者，咪係藝術創作者，咪係數位時代。一條身份會交貼，會互相影響。一個後生人可能地學校講華語，轉到屋下同阿公阿婆講客語，點用路當用流行語，同朋友講笑，都會接近要參加各種活動。佢嘅客家認同唔一定當日都掛得最順，唔過啲某條時節會發光。新出權先就係承認一種流通，承認人唔係一種固定嘅標籤。第三個特色係語言嘅重新連結。客語當然係客家文化嘅心肝，冇客語，客家嘅聲音會少脫當多面絲。唔過我哋要用鼓勵嘅方式來推客語，唔好用責批嘅方式來說客語。有人客語講唔好，唔代表佢無心；有人會聽唔會講，唔代表佢唔係客家。有人唱會自己門口，佢自己咪係重新接線嘅開始。新出權先下嘅客語教育，我本人咁快哉、咁講錯、咁悶，
也去行业用班讲，当一个人愿意讲第一句，行业就有第二句嘅可能。第四就其實係文化創新，客家唔但係辦種擂茶、發布，雖然一條都當講當有味，客家未做得係天樣、小說、漫畫、音樂、播客、短影音、聊天機器人、數位電廠，新出全新外門，客家文化的根本嘅嘅媒介度，做得變什麼嘅樣？後生人會唔會用行業寫情歌？會唔會用行業講心情？會唔會用客家故事做遊戲？會唔會用人工智慧來保存腔口整理語料、拼音練習？當客家進入新媒介，就唔係傳統小說，係傳統換一種方式出生。第五個特色係跨地域，客家人本來就有遷徙嘅歷史，從山到海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。基本嘅客家分布在世界眾多所在，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泰國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日本、美洲、歐洲所在無共樣，生活經驗咪無共樣。也提醒我哋，客家唔係像一種樣貌，海外客家可能用當地語言講客家故事，可能保留某條古老詞彙，可能同當地飲食、信仰、商業生活結合。變出新嘅文化現狀，新出全新就會看見一條差異，唔用一個中心去判斷全部客家。不過新出全新沒有挑戰，那高度開放會唔會幫客家變到冇核心？那大家都做得自由解釋，會唔會到尾唔知客家係乜嘅？也係我哋要認真面對嘅問題。開放唔係空心。流通唔係無盡，我哋還係愛學行業，愛理解歷史，愛尊重總批嘅記憶，愛保存文獻，愛記得總條嘅故事。新出全新唔係把件擺起來，係本件存到開發嘅泥土度，吸到新嘅水分。所以根本講客家人嘅新出全新，我想用3句話來數數。第一，客家唔係搶講，唔係唔係。沒有講，唔願意共下參與。第二，客家唔係搶留啲過去，沒有啲根本嘅生活度繼續使用。第三，客家唔係一個單一標準，係有共同經歷、唔同企業，還會繼續開發嘅文化共同體。讓我哋用一種心情來看客家，就會發現，客家認同唔係一個越數越細嘅圈。係一條一行嘅一發嘅路，一條路當有會講流利行業嘅人，有準備學嘅人，有讀書嘅後生人，有研究者，有創作者，有家仲有學生，沒有一條本來參定我背。不過因為一首歌、一碗飯、一支門後、一段故事，慢慢行入來嘅人，也就係新出全新嘅力量。基本我哋知，客家唔係固定嘅名，係一種共下生活、共下記憶、共下創作嘅關係。只要我哋係願意講、願意聽、願意學、願意本見到人靠近，客家就唔會只係過去，客家會得根本嘢，未會得未來，也就係根本嘢促成客家同分享嘅大細事，讓我哋帶點初心。重新認識客家，要重新創造客家，